洗厨干、上市场、买菜各样上红帮，落做下做料理，好外用版味道长。希望你新年下来做厨，我去请鸡卵来做好吃的料理。那你这一次想要哪一种蛋来做料理呢？鸡蛋啊，它的鸡蛋啊，最常吃的就是鸡蛋啊。不是用鸭蛋、鹅蛋吗？鸭蛋，我觉得鸭蛋跟鹅蛋它鸟蛋，但是呢，鸭蛋它会孵出小鸭来，鹅蛋呢它会孵出小鹅来，所以呢，还是用鸡蛋孵出小鸡啊。但是呢，你只要买不同的品种，它就不会生出小鸡啦。那你在买的时候怎么知道它会不会孵出小鸡？你只要问老板就好了呀。蛋是怎么生出来的？就如果今天你要拿蛋来 shopping 做菜，想象一下你要做成什么料理？蛋炒饭，你就把蛋加下去，然后炒。两个甜甜的小阿妹分享了众多有关鸡蛋的功课，不过听起来都冇乜嘅正确呢。金门人嘅第一组洗厨干，希望开始买菜，就动用法律嘅陈万义到陈明义，佢哋也拜夫妻煮乱煲饭，两位好搭载嘅好朋友，也下来市场买菜越来越熟络咯，没毛个算唔错钱呢。佢应该就唔是上二流的市场嘅表现咯。我们来要去吗？先问啦。好。这不是那个白米在哪？白米哦，鸡蛋那里都有。哪一家比较便宜？你叫他帅哥，他就会算你便宜了。帅哥算我便宜一下。花枝也是这边。现在是套 Q 啦，现在没有花枝。套 Q 跟那个花枝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一样的东西啊，你要挑颜色越白越漂亮，越白，眼睛越亮越漂亮。你可以跟它闻闻看，闻一下味道，它是新鲜的味道，不会有一股那种很臭的味道。你也可以。好漂亮。还有虾子。虾子，你要蛋包饭，你要不要虾仁？你要先包进去里面的是吗？那你要虾仁。虾仁这个是我自己剥的，它没有泡药，泡药的话它会变透明，它会比较透。它是有泡过药水的，这完全没泡药水的，这个就比较不好，它比较新鲜。你要做干包饭这样可以。OK， 帅哥老板，谢谢你，拜拜，拜拜。这里吧，对，是这里啦。你是美珠阿姨吗？对。那我们这次主要是来买玉米、白米、鸡蛋、香菇。白米你要几斤？1斤。1斤好，那鸡蛋在前面哦。这样放在人家的食物上面不太好。我们鸡蛋挑好了，然后白米1斤称好了。你说你还要香菇是吗？那香菇要多少？香菇有分冬菇和夏菇，冬天生长的香菇它的香度比较好，叫冬菇。对，在冬菇，你过来闻一下，有没有闻到很浓的香菇香气？你在挑选香菇的时候，要挑选干燥度好的，然后摸起来很结实的，这吃起来就会很脆很香。那这样够吗？够。这样好，那我们一起去结账喽。好，总共是108块，谢谢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涨到市场冇幾久，萬一老米就買到嚟凍凍嘅材料，除睇基本嘅雞卵、老米，還買嚟下工老熟乾。看用嘅佢就也擺愛做亂煲飯，係海產嘅口味哦。唔過兩個洗廚乾凍將吃到也條材料還唔辣呢，買奶嘅滿人，奶味又哈母。哇，你的嘅亂煲飯色彩很豐富呢。不好意思，請問你這裡有賣洋蔥嗎？洋什麼？洋葱有。洋葱要怎麼挑啊？不要有爛的，不要軟的，好，這樣子 ，OK， 你摸摸看。好硬哦，你摸摸看。是啊，好硬，你摸摸看。好啊。好，OK，謝謝。謝謝你啊，好，拜拜。紅蘿蔔？沒有呀。是啊，我們沒有。這樣對不起哦，我以為你的。我們只有洋蔥。哦23。錯誤連理。錯誤。謝謝。謝謝。好，買完了。
把鸡蛋，我怕会破掉。鸡蛋，谁能帮我拿一下？鸡蛋是了。刚刚的50块有收回来吗？有啊，我有放进去。这不叫50块，这叫1、2、3、4、280。根本就浪费了一个，100块他还没罚我。让他拿。老板娘，不好意思，刚才你说的54块，我拿100块给你。你刚才有拿100块？有。哦，谢谢。现在总共有380，还有牛奶。一開始啊，咱我弄二條，無個算唔錯錢，因為係去撈開嘅喏。從呢啲錢啊，應該係做啲繼續賣出嚟嗬。也擺愛做嘅雞卵料理，二條含有伊嘅鐵皮嘅食材愛錢咯。哪一種牛是要擠牛奶的？乳牛可以擠牛奶，公牛可不行哦。然後其他的牛也可以，是乳牛，是母牛，不行。乳牛，那你幹嘛牽扯到公牛？因為公牛本來就不行擠呀，哈哈哈哈。覺得那個奶要怎麼擠啊？牛的那個奶，來，我就說了，來，一隻牛站着，然後一個人蹲着，他的手放在他的腰部位，手用力，然後牛奶就擠出來了。要往下捏哦，捏住，用力，咻咻咻，就會發出音樂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弄牛奶用按鍵大氣麼？仲係卡通地度弄牛奶嘅用奶呢？冇相干，根本呀就帶二條去牧場，本二條親身體驗一下。平常時點到嘅牛奶呐，係對哪位來嘅呢？老闆好。妹妹，你们2个要来帮我喂牛是吗？好。但只有草的营养不够，那也要吃一些饲料。这个对牛来讲，就像我们吃鱼吃肉一样，它非常喜欢吃。他们进来了，有没有？他们有的吃得快，可以赶小鸡拔呢。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一个人一个位置，你们要不要喂看看？好恐怖，好口水。要舔他的鼻孔，要大家公平是他舔他的鼻孔。小心不要掉得满地，靠近一点，要靠近一点。你不要看他，我差掉呢，他刚才马上冲过来。来，为什么他们的耳朵上面都要有那个东西？它每一只牛，我们都要有它的名字，要记录很多事情啊。这一期的牛都是等待要生产的，但是我们每一只什么时候要生产，我们都有记录。好了，你不觉得有豆腐乳的味道？靠近一点。它用什么东西做的？为什么会有红橘豆腐乳？还有大豆、薏米啊，对不对？一人一球都要。有牛跑过去，他们在晒牛。因为牛哦有阶级，强的先吃，这个都比较弱。不过他们好像看妹妹很高兴。这些都好可爱哦。他第一次看到摄影机，很兴奋，吃了。这个是安库拉，它是很好的一种牧草，它牛很喜欢吃，而且吃这个草，牛奶的风味会常好。这个木树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它最主要的蛋白质非常高，像我们这个大概5、6，它这个可以到16，可以2倍、3倍的那个蛋白质量。原來照顧一條牛，連愛食嘅飼料，牛奶都有營養，沒有算到按上些呐。行家在阿公嘅牧場度，除睇洗廚乾凍啲嘅味嘅牛。沒有啲鹹啲嘅太生牛哦，唔啲生牛誒是嘅飼料，我特別注意乜嘅麼？他好像在問說拎起象啦，今天怎麼那麼多人來？他們吃的東西會不一樣，因為它很小，要吃很好的東西。你看也有大豆、薏米，有沒有？也有木薯，也有百慕達，也有甜內麥，它是很好的、很營養的東西。就是就像我們小孩子，像你們小的時候也要吃很好的東西，這個小牛也是一樣。好啦，不要叫了啦。那個妹妹2個好朋友啊。等一下，我們可以幫我擠牛奶嗎？問題是你們不會啊，擠牛奶對我們養牛的人家來講是最嚴肅的工作，不是表演，不然會影響它的牛奶的品質，會影響牛的健康。等一下我們帶你們去看。蔡阿公講到弄牛奶，我按嚴肅係用原因嘅哦，因為牛嘅奶骨啊凍穿肉，係講用人工嘅方式來落。
无控制好里头，都会开牛畜松，行家细菌就会照饮奶骨度，按样会影响牛奶的品质咯。有所弄牛奶呐，无像洗厨干相当按简单啦。行家在试牛奶之前，预留另外个洗还蛮结束呢。我拿撒尿罐阿伯，如果手沾到的话，不会怎样吧？不会怎样，手沾到等一下洗一洗就好啦。一格一格赶快撒。打那个。阿伯，啊？你好恶心耶！养牛就不要怕脏啊，脏了等一下洗一洗呀。你要睡在这边呢。它牛睡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它牛进来的时候，头先走进来，然后屁股在这后面，然后所以它大小便在后面，然后一个时间刮风机就把牛刮过去，所以就很干净。但这些屎有些都已经凝固在上面了。有了，要用水冲洗一下。阿伯，为什么要撒这些粉啊？这个石灰下去消毒啊。夜下长地，爱是到一边牛奶，爱是按到个里头的吼。万一老命儿无限的几日，总算老爱做的乱爆饭的食材都买退嘞。夜摆还有一组洗厨干，幸运肉牛老笋运饭。出发前食材之前，先来看下的记得用啥做的那条的功课咯。茶叶蛋、荷包蛋、炒蛋、水煮蛋、鸡蛋、蛋炒饭、凉拌炒鸡蛋。用啥系唔系都市谣的呀？讲了一袋鸡卵料理，根本伊唔系是千多鸡卵就好了。配鸡葱啊，有当多些按认真来照顾，预料每晚天数出第一日，咱做得买到齐齐的鸡卵哦。蛋黄可以用手抓，蛋黄，可是要看它蛋黄的弹性。哇，打开来有没有看到？用捏的，捏的也可以拿起来握，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可以捏起来？好强哦！哦，快成功了！来，轻轻抬起来。好，感觉好像表面有那种薄薄的皮。这有没有薄薄的沫？然后又懂成功了。唔系大只鸡卵就做得按样做的哦。因为罗瓦说啊，有贴片调皮鸡的饲料，本鸡料是咧动到有滋养的谷类，胡说乱忘啊，怎会按杂补，有按贴片的鸡卵，鸡料就加加填咧罗瓦素的脚脯，看下条鸡卵啊，都系啲奶的身上嘅咯。进来吧。不走。哎，鸡蛋哎！地上的鸡蛋还不能乱捡哦，这是他们生蛋的地方哦。我们家的鸡啊，每天早上会在里面生蛋，然后生完蛋之后会自动离开。有些在里面，它不想走，就快要准备它想要生蛋了。你们可以捡起来摸摸看，这里。来，新鲜的鸡蛋其实摸起来是滑滑的，有没有感觉滑滑的？这个我看看，对不对？哇，好滑哦！来，小朋友来，我教你们摸摸看，他们肚子里面现在有蛋哦。我这样点的地方摸摸看。有没有看到硬硬的？有没有硬硬的感觉？有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鸡蛋在这边，它差不多再等个1个小时左右，它就开始在下蛋了。硬硬的就滑滑的。来，我们来这边，我们来这边。我们现在要把鸡蛋把它推进去，把鸡蛋然后轻轻推。是轻轻推。哎，这只是在孵蛋吗？对啊。接过，起来！我要拿你的蛋，请走开。请借过，转。有没有看到？而且热热的，对不对？冇想到啊，平常时青好讲限定物件哦嘅运饭来到鸡子变暗用的呢。唔过你做唔得事故定高哦，除体爱到金门伊身上嘅鸡卵簌起来，我要田定罗阿叔向下来照顾鸡的呢。哎，叔叔，为什么它的屁股是红色的？哦，这个是被攻击了。被攻击了，好可怜。我们发现这种情形呢，我们就把它抓到别的地方。我们有设一个保护区，来这样子抱着，来抱着它，来抱着它就可以了。来，就把它放进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它以后会在这边疗伤，它不会被攻击。我们地下的鸡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状况？鸡在干嘛？鸡在弄鸡蛋。
可是我们又不能给它吃鸡蛋，因为会形成不好的坏习惯。所以说我们在地上看到鸡蛋的时候，我们要捡起来。我不给你。看，哎，为什么会在里面？对呀、可以吓它了。我这个。打开来，来。打开，没看到鸡快出去玩了。因为我们每天下午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放出去，这样子饲养的鸡啊，它们比较健康，而且又比较快乐。深度的空间有起起的鸡卵，生下来啊，就要准备落灶下做料理咯。今晡日我到洗厨间，向下煮出的是潘伟雄先生，伫传英学校教书的潘先生，平常时手好甜点好生的相当详细，研究各种木香用方面的料理。夜摆洗厨间，我用鸡卵来煮菜，就看一下潘先生老洗厨间会做出乜嘅好料的呢？欢迎来到。生日好，来做主。你们想做什么菜？这边苏格兰炸弹。这么厉害的菜，这边呢？厉害哦！蛋包炒饭。牛奶蛋包炒饭。好，他们先呐，这边先呐。你看这边要炒饭又要做蛋包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来做蛋皮？好，打蛋来吧，敲一下，打开。哇，你没那么厉害，你。以后你就会哇，不错啊，再一颗。那我们这个蛋有3颗，牛奶要放3大匙。感觉那个 Vivian 下次你可以主持节目了。我要拿那个搅拌器。打蛋器，打蛋器，我跟你讲，好了啦。当你说要打蛋器，打蛋器等一下就会出现的。我要打蛋器。你看从天上就跳下来了，对吧？打好了，打好了，我讲10遍了。2位师傅是不是要加点盐巴？对，半匙。半匙 ，OK。我看你们今天准备了很多材料哎，你就知道我们有多辛苦。火腿、好的。洋葱，这些都要切什么？切丁。那我们要怎么切呢？先对半，再对半，再对半。好，我其实可以教那个洋葱的方法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对半。我就是说对半嘛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子，1刀、2刀、3刀、4刀，我们没有把它切断，有发现吗？有。这个洋葱就跟什么一样，绣球一样的。那我们再转一个方向，拉紧，1刀。我知道，现在让我切吧。好，这个让你切。Kitty， 你要切什么？火腿。那你来切喽。我们还要切什么？小黄瓜，对不对？好像还蛮多东西要处理的哈。万一老明姨爱处理的食材当多呢，像是香菇、老虾仁，都要切做细块的，还有啲市场买的蔬果，每要切做一片呢。含价大小都係差唔多，就唔會影響炒飯嘅口感。看樣嘅啊，遇到今晡日愛煮嘅亂爆飯，唔話有時間啊，本日就打做嚴格咯。然後我過去看一下凡凡跟柔柔好不好？凡凡、柔柔，我們今天這邊要做什麼呢？蘇格蘭炸彈。那我們是不是要煮蛋啊？聽說你們倆今天用電鍋煮，對不對？對，這電鍋打開以後呢，長頸子直接放進來，所以我們要那個蛋立起來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們把這個模具先放上來。要把這個直接放上去。好，那這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，來，柔柔那個水拿來，大概50 CC 的水在餐巾紙上哦。好了，就這樣，餐巾紙吸水，然後這時候呢，我們就把電開下去。可是為什麼？蓋上鍋蓋。現在才蓋。對，現在才蓋，這樣就搞定了。那你們是不是要再做那個肉餡？對。那我們把絞肉拿出來。那我們要調味最基本的，加鹽巴好不好？鹽巴。你們知道為什麼要先放鹽巴嗎？提味。提味之外，保鮮，很好，都很好的答案，還可以讓那個肉更粘在一起，對不對？因為那個鹽巴呢，它會溶解蛋白質，可以讓肉更粘。那它在攪的同時，來，凡凡，你幫它下點調味好不好？意大利香料，再來。一直加，加這香料以後呢，味道就會不一樣，就會比較西式。可以吃吃看嗎？可以吃吃看啊。可以嗎？可以啊，沒味道。沒味道，它等一下就有香氣。反正你再幫它下一點這個好了。你準備的什麼？咖喱粉，感覺來點黑胡椒應該也不錯吧？你可以這樣拿起來，小心的丟啊，慢慢丟啊。你要用手嗎？對。好啊，那你們兩個用手啊。那你們兩個慢慢搓，要搓出粘性。那我回去看一下 Vivian 跟 Kitty 哦。好。Hello Vivian， 準備好了沒？好了。好，那我們現在先來煎蛋皮嗎？對。那我先放一個好不好？好。你說停我就停哦。好。停。哇，厲害哦。
我们让它盖锅盖好不好？很香火干嘛？因为呢，现在锅子还有热度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关火，我们现在把它移开，我们来炒饭。因为等一下 Vivian 教我们炒饭，对不对？是我教吗？是你教啊。先炒料还是先炒饭？先把料炒。好 ，Kitty 答对了。他都不开心哎，怎么办？料就这样下来吗？可以啊。你说的好像我做错了一样。没有啦，我觉得你做的非常好。那虾仁。好。那 Kitty， 你帮我们加一点饭。你先加一些，大概1半。我觉得今天的小主厨真的太认真了，来，我帮你擦擦汗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以后呢是名牌哎，对不对？这卫生纸要留着吗？等一下签名吗？OK。切酱多一点，你再加下去。好，慢慢炒这个，最后的时候再下玉米，对不对？我来去看一下凡凡他们怎么样，好不好 ？OK。来，哎，刚刚肉揉怎么样？这样对。OK 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，哎，蛋也跳起来了。那我们把这个蛋，哇，就变成水煮蛋了。也出料理要较复杂咯，除提乱好嘅鸡蛋，我先裹一层面粉，增加盐性，拌到肉，搁较外包底乱嘅5杯，沙甸啊，搁裹一层乱，搁用面包粉全部包起来，青米将做得用肉包度去泡。5分钟过后，因为我们肉饱饱的，我们来看这个肉炸的怎么样？哇，金红色，有没有感觉很厉害？有啊，这根本就是蛋的味道。餐厅的菜了。接着，我们来准备一点点酱汁，这里有的是芥末酱、芥末酱、蜂蜜，蜂蜜，用这个，这个是准备2只。好，我们让它1比1比1，然后肉让它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们来做摆盘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喂 ，Vivian， 哇，炒得好棒哦！我来帮你炒一下。哇！以后你长大也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不要，不要，为什么不要？要多少？可以吗？你要翻吗？不要。一翻就掉出来了吧？对，一翻就翻。因为还没有力气，对不对 ？Vivian 这边炒饭好像已经不错了，对不对？完成了吧？完成了，关火。关火好。那我们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，我们把两边盖起来。那我们要怎么上盘？好，盘子倒扣吗？好。倒扣，捏着，因为这个，哇，你的蛋包饭完成了哎。哇，已经完成了这个蛋包饭，还有苏格兰炸蛋，我们来吃吃看好不好？这是蛋包饭。好，蛋包饭，你们都吃这么快，很好吃吗？比上一比的还好吃啊。好吃哎，好吃吧？超级好吃。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这个好吃吗？好烫哦。好烫。这2道。这个呢，2个都喜欢吗？2个都超好吃的，对不对？谢谢收看，找客人来做主，拜拜。有没有汤匙？有没有汤匙？有没有汤匙？哇塞！怎样？还有打包。吃这一袋，吃这一袋。我们要制造一下紧张的气氛，快点，大家赶快吃，快点，这个要做幕后花絮吧，我猜。它上面是什么做的？蜂蜜芥末酱。然后不是，你给我看。这样，等着吃。你看，这是我的火椒汁。因为这位小姐用的很慢。加上去。好恶心。